近排你會唔會發現咧，你依家嘅員工好難搞啊，又跑唔到數，又冇辦法自己激勵自己，好似你已經用盡晒所有嘅方法，都冇辦法令到佢哋振作同埋士氣可以提升。我哋 T2P 全新嘅企業培訓方案可以幫到你，可以提升士氣，可以增強佢哋嘅能力，可以令到大家對於團隊、對於公司同自己人生嘅目標可以有更加清晰、更加強嘅責任心。咁培訓會做啲咩㗎？我哋嘅培訓係透過體驗式學習嚟舉行嘅。體驗式學習最重要就係透過做中學，對於員工嚟講，或者對於老闆嚟講，都係一個非常好嘅機會，見到佢哋平時習慣嘅模式係點樣樣。所以我做嘢好吃力，做唔到。咁當佢哋留意到呢啲模式嘅時候，咪有得改進咯。聽落好吸引喎，但係你哋有咩經驗㗎？你哋信唔信得過㗎？我放心，我哋已經有超過30年嘅經驗，我哋已經服務過超過10萬人，並且咧知名嘅企業都超過70間嘅。並且我哋所有嘅導師都係經過北京大學心理研究中心嘅專業培訓，我哋亦都係中國人社部第一批合格嘅心理教練。如果你都想你嘅團隊可以增加效率，員工可以做到業績，咁快啲 PM 嚟揾我啦！